嘅 F-16啊。咁啊，來自呢個烏克蘭嘅 F-16啦。咁啊，最近啊有啲嘅俄羅斯嘅消息咧，咁啊講到咧一啲嘅烏克蘭嘅 F-16咧，就似乎就被擊落。咁嘅意思係咩意思咧？就話咧，可能佢哋係俾咧俄羅斯嘅防空系統咧咁啊瞄準，然之後咧就將佢哋擊落咁樣。咁啊呢個説法咧，咁啊當然受到咧澤連斯基呢個否認。咁澤連斯基宣布咗咧，烏克蘭咧又收到一批新嘅 F-16嘅戰機，咁但係就唔可以講俾你聽咧有幾多架過落嚟，咁啊同埋咧唔可以講俾你聽咧佢哋去咗邊個基地，咁呢啲全部都屬於一啲機密呢個消息嚟嘅。咁但係咧俄羅斯咧來自 TG 嘅頻道咧，咁啊不停咁樣散發咧就話咧佢哋咧有一架嘅 F-16嘅戰機啦嚇，即係烏克蘭就喺咧呢個蘇梅嘅地區附近咧就被擊落嘅。咁而咧烏克蘭呢一個咧反擊假信息嘅中心啊，駁斥咗呢一個講法啦，咁樣咁啊，亦都有好多其他嘅 TG 嘅頻道啦，咁啊，例如有啲係來自俄羅斯嘅叫做咧 Fighter Bomber 啦，亦都唔係咁相信咧呢個消息，因為咧就即係你話 F-16要墜毀咧，其實好容易就會有證據咧會出現嘅啊。咁你話如果咧係有呢個嘅防空嘅飛彈發射咁，但係最終射唔中咧？咁咧就你係有發射到，但射唔中嘅話咧，咁當然咧亦都達唔到個目的啦。咁所以就唔能夠話咧，即係個防空系統咧係射咗彈㗎啦，但係因為你冇辦法 assess 到中定唔中，咁呢個咧亦都係俄羅斯喺嗰個殺傷鏈裡面咧，有時係做到唔清唔楚啦。即係包括你去偵察一個目標，最終你去追蹤，跟住鎖定，最後攻擊，跟住最終咧要去評估嗰個嘅打擊嘅成效咧。呢一種嘅殺傷力嘅戰術，其實俄羅斯仍然係相當之粗糙嘅。咁所以咧，最終係咪你話第一就係嗰個嘅 S-300或者 S-400嘅防空系統係真係追蹤甚至乎鎖定咗烏克蘭嘅戰機，例如 F-16，咁然之後打擊之後係咪真係中咧？咁成個過程咧，似乎咧俄羅斯呢邊咧就攞唔出一個證據來啊。咁所以咧就俾咧澤連斯基，如果你咁樣都俾佢入得甩咧，就只能夠講咧係因為咧證據不足呢個情況。咁第一個咧有趣嘅現象咧就係講到咧來自烏克蘭嘅 F-16咧，其實佢哋咧係經常性都話咧喺蘇梅嘅地區咧出現。咁而蘇梅地區出現嘅時候咧，亦都見到佢哋咧低飛呢個狀態。咁亦都咧俾一啲嘅民眾咧咁啊直接咧影到，因為真係一個咧好低空嘅飛行咧咁樣出現啦。咁大家亦都稱咗蘇梅州啊，即係喺呢個庫爾斯克咧嘅隔離嘅州份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見到喺呢度有 F-16嘅飛過咧，就代表 F-16咧，咁啊當然唔會淨係喺度做例行訓練咁簡單啦。其實第一佢做緊一個防空嘅任務，咁可能咧去將呢度附近入侵嘅無人機啊，或者甚至乎戰機啊、飛彈咧，就直接將佢攔截嚇。咁呢件事當然亦都係空軍咧好常做嘅一件事啦。咁咧，大家咧都會問嘅，其實佢飛到有幾低咧？係真係幾低嘅。咁啊，例如話你見到呢一張相嘅 F-16啦，咁一睇就知一架 F-16嘅戰機啦，係咪啊？咁啊，佢個樣子話俾你聽之後咧，大家睇咧，其實都來自咧呢個高樓大廈。咁你諗下，其實個距離咧，呢張相影埋去咧，應該都唔係遠㗎啦嚇。咁啊，呢架飛機咧講緊咧低飛嘅情況咧，應該係講緊咧500米以下呢個高度啊，咁啊非常之低添嘅。咁所以咧咁樣咧，即係你用一部相機咧，都唔使咧 zoom 得好犀利咧，都已經可以咧拍到咁清楚個輪廓啦。咁啊，另外一張相咧更加容易睇到咧，即係你發覺一大嘅外牆，咁亦都見到呢層樓咧，我估計咧都係講緊咧就10零層樓咁高嘅啫個 building。咁所以你見到嘅飛機咧，如果你話大概10零層樓高咧，即係可能20層樓高咁嘅高度咧，咁我老實講咧，即係香港高樓大廈嚟講咧，有啲人咧住喺呢30-40樓嗰啲朋友咧。真係咧，你咧個頭咧向下望一望咧，你都會見到嘅 F-16咧咪飛過，咁啊真係會令人咧一個相當之興奮嘅狀態㗎。咁所以你會見到咧，隻 F-16嘅戰機咧咁樣低飛，當然有低飛嘅原因啦。因為咧所有嘅戰機如果能夠貼住地面飛行，通常我哋講緊60米或以下啦，咁通常都60米以上啦，最少都需要。咁就算100米咁嘅高度都係非常之低嘅。咁呢個高度度飛當然會有佢一定危險，因為會撞到啲地上嘅建築物嘅機會。咁同埋大家知戰機嘅飛行嘅速度咁高咧，咁所以咧就冇辦法啦，即係你瞬間能夠避開得到咧任何嘅障礙物嘅。咁所以咧低飛咧永遠對飛機嚟講咧都有個嘅危險性。不過低飛亦都一個好處就係俾雷達咧就比較難捉到。咁主要原因係我哋講到雷達咧係有一個我哋叫做一個盲區啊。咁因為地球係曲嘅。咁所以咧，地球曲率嘅問題啦，咁咧佢個直線掃埋去咧，就一定會有盲區。
咁盲區嚟講咧，咁如果你係一個低飛60米或以下嘅高度咧，係真係好難會俾雷達咧能夠探測得到。咁所以喺呢個戰爭嘅早期咧，咁咧當時未有 F-16嘅戰機啦，一啲比較舊嘅烏克蘭嘅戰機，例如我哋講到米格29或者係蘇27嘅戰機咧，因為佢比較落後，同埋咧佢即係呢啲嘅戰機咧冇一啲遠程嘅飛彈，所以咧焗住咧烏克蘭嘅機師必須要咧係好近距離逼近到俄羅斯，再用出色嘅前鬥技巧將佢哋擊落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點先至能夠靜悄悄唔俾對方嘅雷達鎖定，再用飛彈咧將你擊落咧，就係要透過高超嘅飛行技巧，其中一個咧就係要極低嘅飛行，避開對方啦嚇，即係啲地面嘅雷達嘅鎖定，最終咧就接近到對方咧。例如話咧雷達站啦，例如話咧接近對方嘅戰機咧，咪將佢擊落。咁啊呢啲咧就真係叫人即係藝高人膽大。咁當然亦都有好多機師咧，就呢個情況之下咧喪生啦。咁所以咧你見到咧就有啲嘅 F-16嘅低飛咧就一啲都唔出奇啦。咁當然咧你見到佢呢種嘅做法嘅話咧，基本上咧逃避咗對方嘅雷達嘅偵測啊，對方嘅飛彈咧嘅威脅之後咧，就進入咗咧對方一啲嘅重要目標咧嘅附近。咁然之後咧。就透過 F-16咧攜帶嘅巡航飛彈啊、炸彈啊等等咧，就去對一啲嘅關鍵目標咁啊進行攻擊啦咁樣。咁啊烏克蘭啦，咁啊得到咗嘅呢一批嘅 F-16戰機啦，咁啊主力啦其實就來自呢個嘅丹麥同埋咧來自荷蘭。咁啊呢批嘅 F-16戰機咧，當然屬於我哋叫 AM 型啦或者 BM 型啦，即叫做 A 型、B 型嘅年代，即係 Block 20嘅年代。然之後慢慢咧就中間做咗個咧中期升級嚇，咁現時咧就大概會有80架嘅 F-16，最終咧就會落戶去到烏克蘭咧進行呢個戰鬥嘅。咁當然如果以咧呢批嘅 F-16同咧我哋講前蘇聯時代嘅米格29同蘇27相比咧，就真係蚊比同牛比，完全係冇得比嘅。咁啊而家我哋見到來自咧蘇梅州嘅地區咧發動到呢個 F-16進攻咧。攜帶例如我哋講到小直徑嘅炸彈啦，主要啊咁啊，相信咧都係對前線攻擊。咁喺呢個 F-16裏面咧，其實有唔少嘅保衛性嘅武器嘅。咁啊，當然最出名咧就係個標誌性嘅武器，例如我哋嘅 AIM-9啦。咁 AIM-9咧其實都有幾個型號嘅，包括有 AIM-L 啦、9L 啦，有 AIM-9M 啦嚇。咁啊，最新嘅 AM9X 啦，咁樣咁啊，相信咧 9X 咧係有機會已經落戶入咗去咧呢個烏克蘭部隊裏面使用㗎啦。咁當然就算你用咧，例如 M 型啊咁咧都唔係差㗎嚇，即係用起上嚟咧，其實個攻勢都唔錯，亦都有離軸咧射擊咧嘅功能。咁啊，爭在就冇 X 咁變態咧，係有越肩射擊嘅功能咁誇張嘅啫。咁啊，另外咧，我哋講到 AM120呢款咧中程嘅飛彈啦 ，Armaram 啦。咁啊，呢個嘅飛彈當然都係對咧俄羅斯嚟話蘇35嘅時候咧就叫做不落下風。咁但係你話咧想咧贏呢個俄羅斯嘅戰機機師咧，其實咧就呢個 AM 同 BM 型嘅戰機咧，始終都唔算話最先進嘅 F-16嘅版本啊。咁所以咧喺個空中前鬥上面嚟講咧，咁啊有啲嘅分析家認為蘇35嘅前鬥性能會比咧 F-16好。咁而咧，佢哋喺空中相遇咧，前鬥機會咧又比咧北約機師嘅機會係高。咁主要原因咧係因為呢一批咧嘅 F-16咧有機會啊，即係佢哋嘅戰場態勢感知咧就唔會咁啊有咧北約嘅戰機咧咁好。咁啊當然個成件事係簡單咧，就在於咧喺烏克蘭同俄羅斯嘅戰機對決咧，就係屬於咧即係戰機同戰機嘅對決。但係而家北約嘅話咧，其實就係屬於咧俄羅斯嘅單機咧就對住北約嘅一個體系嘅對決。咁即係咧好簡單講咧，就係你一個人對一個人嘅戰鬥，同埋呢一個人對住好多人對面一個社團咁嘅戰鬥咧，咁當然社團就非常之有優勢啦。咁而北約咧就係打群交嘅，即係咧佢哋會有呢個空中預警機嘅把持，然之後咧喺空中咧揾好晒全部咧一對一 mark 好晒嘅目標，然之後咧就俾戰機啊，俾其他咧輔助嘅機即係飛機啦。咁啊，真係有晒所有嘅目標，成個戰場大勢感知咧，就開眼對盲眼一個狀況咧，咁所以咧打落去嘅優勢係非常之大。咁所以咧呢個情況之下咧，咁啊大家都用同一款嘅戰機咧，但係事實發揮出嚟嘅實力咧，就真係天淵之別嘅。咁但係 anyway 咧，除咗頭先我哋講嘅防衛性武器之外咧，其中一個比較殺食嘅武器咧就係 AN/ALQ-131呢款咧，我哋叫吊倉。咁呢個電倉當然咧就同呢個嘅電子戰咧會有關係。咁我哋成日都講過呢種咧 electronic countermeasure 呢種嘅做法咧，其實喺個空中遠殺嘅情況之下咧，都會保護到嘅飛機咧免受啊，即係對方嘅鎖定啊，
同埋咧免受對方呢一啲嘅飛彈嘅攻擊啦咁樣。咁而烏克蘭嘅 F-16咧進攻嘅手段咧，主要係用到炸彈，我哋講個 GBU-39呢一款嘅 STB，即係呢啲個小直徑嘅炸彈。咁而 F-16咧都能夠攜帶多枚嘅 GBU-39咧，咁即係對地咧咁進行打擊嘅。咁甚至乎咧能夠直接咧就飛得好低，咁然之後用目視嘅方式咧直接攻擊對方嘅防系統，例如 S-400系統，亦都能夠咧以一個低飛嘅角度去避免俾對方嘅雷達咧偵測同埋鎖定添嘅。咁所以咧，如果喺呢個情況咧，咁啲 F-16嘅飛行員咧，佢哋都真係需要一個非常之藝高人膽大㗎，即係低飛咧，雖然避到雷達嘅偵察啦，但係都好危險。如果你話唔熟悉個地形咧，就好大問題。咁但係如果你話主場嘅對咧附近嘅地形好熟悉嘅話咧，咁當然相對嚟講咧，就個危險性咧就會降低翻好多嘅。咁呢個咧就係咧熟書同唔熟書咧嗰個分別。咁當然咧 F-16亦都有呢個巡邏啦，有個訓練咧，咁可以喺蘇梅州上空咧咁出現。咁但係你話即係 F-16就喺蘇梅州附近咧就被 S-400擊落嘅呢件事咧，就真係唔係好咁清楚啦。以往咧喺呢個 Twitter 上面咧係有條片咧，咁即係叫做一直去散佈啦，就係將呢個嘅 S-400咧就將啲 F-16咧擊落。咁但係呢種係咪一種咧即係一個假嘅片段咧咁樣？咁呢個咧就都需要啲專家啦，即係去證實啊。就咁睇咧，即係無可無不可啦，只能夠講條片啦。個真實度唔算話特別高啊。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擊中咧？咁只能夠講咧，需要咧進一步咧嘅 fact check 啦。咁但係你話 F-16喺蘇梅地區咧，咁俾俄羅斯強調係被擊落咧，都唔係第一次㗎啦。啊，咁之前咧亦都話啦嚇，即係有試過啦。咁而 F-16當然啦。即係咧係試過被擊落啦，咁我哋講喺一次嘅基輔嘅任務啦，咁當時佢係擊落咗好多嘅巡邏飛彈啦，咁跟住咧就其中就俾翻烏克蘭嘅防系統擊落啦。咁另外一次咧就威威豬啦，就係有一架嘅 F-16啦，咁佢咧喺出擊嘅時候咧就一次過咧，咁佢嘅攻擊咧就將咧6個呢個嘅巡邏飛彈咧擊壞，咁非常之犀利。原因咧係因為一架嘅 F-16裏面咧，其實通常咧就係咧一係咧就我哋叫做兩短就4長咁但係喺咧烏克蘭嘅戰機裏面咧，其實就唔係咁樣配置嘅。佢哋通常嘅配置咧就係兩長兩短咁原因係因為咧佢哋反而咧就要透過更少嘅武裝咧，去令到佢個航程嘅增大。咁所以咧就掛得多武器咧，自然個航程咧都會受到影響。咁所以咧作為一個咧防空嘅攔截咧，其實佢喺制空嘅時間都係相當之重要。咁所以咧，寧願帶少啲彈，但係可以喺空中滯留耐啲咧，咁可以防禦到更多嘅目標啦。咁所以一次過發射晒咧4支武器即係4支導彈嘅機會其實真係唔大。咁但偏偏咧6支嘅巡航飛彈到來咧，咁用嗰4支嘅攔截，咁大家就能夠想像到咧，剩低咧就係透過機炮咧咁將佢擊落。咁都只能夠講咧。用到機炮去擊落導彈咧，難度十分之高，真係十分之高。但係最終都能夠完成咧，就烏克蘭嘅機師咧，都真係一個咧好神嘅機師嚟㗎，即係呢啲個做法都非常之厲害。咁而當然 F-16咧，亦都融入咗而家烏克蘭嘅軍火庫㗎啦。咁由舊年嘅夏天開始接收第一批嘅戰機，咁而烏克蘭嘅飛行員啦，咁咧就去外國上面去做一啲訓練啦亦都有咧一啲嘅後勤人員咧去咧做一個維護呢個訓練啦咁樣。咁所以咧 F-16嘅戰機咧現時喺烏克蘭呢個融入咧要需要時間。咁同埋咧佢執行一啲嘅防空嘅任務，甚至乎前線嘅攻擊嚟講咧，其實都係好困難嘅事嚟㗎啦。但係我哋都見到烏克蘭咧係好努力啦，去嘗試點樣去使用到呢 F-16啦。咁而家喺唔同嘅防空嘅區域裏面咧。開始都熟習咗點樣去利用 F-16去幫助啦，去打擊對方嘅無人機巡邏飛彈等等啦。咁當然係打擊咧彈道導彈就真係稍為就蒼白無力嘅即係你要透過戰機咧個武器去打呢個彈道導彈咧，真係呢個就有啲強人所難啦。咁但係你話出動到 F-16去打擊一啲邊境嘅目標咧，當然就唔係咁困難。甚至乎今次嘅別爾哥羅德嘅行動有冇出動到 F-16嘅戰機協助我哋講庫爾斯克州嘅部隊撤退啦，同埋協助到別爾哥羅德州咧，打開咗咧嗰個嘅優勢咧呢一度。咁我哋咧會繼續去做觀察嘅。
咁而咧，我哋講到烏克蘭嘅 F-16會唔會咧嚟緊咧戰爭嘅進展之後咧，就嗰個演變落去啊，即係包括佢個防空嘅價值，同埋咧喺戰鬥上面一啲新型嘅戰術啦咁樣。咁啊呢個啊都仍然要繼續去做啲觀察嘅。